较早有人讲啉大井水无肥也水，就是咧讲台湾府城西定风的水质甘甜。早伫咧17世纪，荷兰人来到台湾的时，就选挖近安平港的所在起大井头，互往来船帮会当有淡水通补给。落尾这口井就成做台南市民权路无疫欢迎的开始。也这条路也出侪有民主意识的人，那公司台语台就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这条历史已经超过200档的民权路。 对景印造手动雕刻、箱边、刺灯、路尾、石仔架，刻印啊55档的单红列，逐部拢足认真。伊讲的安尼，才通互人看会出中顶文这款字体的水。 这间伫咧台南市中西区民权路的印仔店，传到陈鸿烈已经是第3代，特别100年的老店啊。陈鸿烈毋但是印仔店的老师傅，阁是中西区赤坎里的里长，嘛是台南市古迹上多、上繁华、上闹热的所在。伊讲民权路对整个台湾民主发展有正重要的意义。台湾要有民主化，要有自由，就是从我们民权路这一条街 开始发动的，较早的台独意识啊，政治意识啊，佫存在，大家引以为傲啊。感觉讲吼，阮遮搭较早出足侪高人吼，有若对咱台湾足侪拍拼的所在啦。包括前台南市长，也捌是台独联盟主席张灿宏，邮报炸弹案的主角王庆南，法务部长谢中博，文学家叶兆涛，舞蹈家蔡水决。 吴三连、吴修泽、郝武利等等台南帮的企业家，也有王玉德、王玉林兄弟啊，拢徛伫咧民权路这搭。所以，这些人拢是迄个时阵，日本时代一直到战后的这个真重要的知识分子。因迄个时阵所接受的教育是日本的这个明治维新以后的这个新的西方教育，所以因其实对民主的想法，按照日本时代到战后的民主讲的，实际上是非常的大啦。 台南市民权路毋但出袂少有台湾意识的人，其实早伫咧17世纪荷兰人来台湾的时，这就是台湾上早开发的一条路。这口大井头，当时还搁伫咧台江内海，是府城重要的码头，也是船只往来补井水的所在。上早的这个商业活动的人聚集的所在啦，一直拢是台南吼。 200几档来上闹热的这个所在，所以大井头带动的是啥？伊的下骹这站就是布街嘛，也就是讲好野人拢留伫遮嘛，所以好利啦吼，因拢总是伫这搭遮发展起来。 大井头对1965年二战了后，因为民权路做粉块工程，这口井护栏被拆掉，简单加砍一个铁挂，转变做即马这个模样。不过伊的存在，看到将士民权路顶来来去去的车灯、步行、商行也搁存在，就知影伊的意义悠远深远。记者阿敏金刘玉水台南报道。